市場上咧最近有兩位專家咧就有相反嘅意見，信邊個呢？5月11號彭博報道咧 ，Michael Burry 大空頭咧就講話科技股咧已經係到一個超值嘅限度啦，隨時會有大回調。咁 Michael Burry 點解咁出名啊？好多都知啦，佢點解叫大空頭呢？因為喺2008年嗰陣時嘅金融危機咧。佢就預測得到，所以佢就賣空一舉成名咗之後咧，就好多人都會報道佢呢樣嘢㗎啦。咁佢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咁講發表呢個預警㗎啦，佢已經之前亦都有講過㗎啦，就話科技咧已經係超咗個估值㗎啦。咁佢嘅最主要解釋咧就話佢而家啲科技嘅市價咧已經超越咗2000年嘅互聯網嗰個危機㗎啦。咁呢個佢俾個理由。就5月12號咧 Ed Yardeni 咧就係一個知名嘅市場嘅經濟學家嚟嘅，咁佢就調翻轉講啦，佢話 S&P 500咧，佢睇到今年2026年尾咧係去到8000點嘅。嗱，喺琴日收市嗰陣時咧 S&P 500咧係7400點，即係話仲有600點嘅向上走。佢仲大膽預測話2029年咧 S&P 500咧應該去到10000點嘅。咁啊嗱，兩個都係專家，兩個不同意見，你係聽邊個呢？我覺得咧，你應該係聽自己。咁咩意思叫聽自己呢？個市場就係有人話會起，有人話佢跌，就因為有咁樣嘅意見，先至會有交易，先至有市場啊嘛。咁究竟邊個啱，邊個唔啱呢？最緊要你自己要做功課啦。咁你自己聽完啲意見，就要分析下究竟佢有冇影響到你嘅投資策略啊，或者影響到你嘅投資組合入邊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分析完兩家嘅意見之後，覺得需要調整嘅，你咪作出調整咯；唔需要作出調整嘅，就唔使理佢哋噶啦。所以都係最後一句，喺呢個市場度要賺錢呢，就唔係咁容易嘅。最緊要一樣嘢就要不斷學習。